5月12日，在乌克兰首都吉普的亚罗斯拉夫莫德利乌克兰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活动上，纪念了1944年5月18日克里米亚大驱逐的受害者。活动范围内举办的展览期间，展出了克里米亚政治犯和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后，在半岛被绑架并失踪人员的照片。为了帮助受害者的家庭，举行了销售展，并售出了克里米亚特产、手工艺品和克里米亚人美食。周一晚间，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宣布，对已加征关税的600亿美元清单的部分美国商品，分别加征25%、20%或10%的关税。此前加征5%关税的税目商品，将继续加征5%关税。自2019年6月1日零时起，对已实施加征关税的600亿美元清单美国商品中的部分，提高加征关税税率。分别实施25%、20%或10%加征关税。对之前加征5%关税的税目商品，仍继续加征5%关税。在美国5月10日开始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后，中国表示将进行反击，但反制措施一直未公布。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对他的支持者们说，他已经指令他的驻美大使联系美国军方，以迫使马杜罗总统下台。瓜伊多的驻美大使卡洛斯·贝吉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封信，称瓜伊多要求美国军方提供帮助。俄罗斯、中国和土耳其等多个国家支持现任总统马杜罗。比利时政府正在考虑暂停对沙特阿拉伯的武器出口，缘由是媒体报道沙特方面在也门战场使用比利时生产的武器殃及平民。比利时外交大臣迪迪埃·雷恩戴尔接受法语区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说，如果证据显示沙特军队使用比利时生产武器在也门等地作战，最好暂停对沙特军售。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今年3月曾将龙飞船送至国际空间站对接，在此期间，国际空间站宇航员闻到类似酒精的异常气味。俄罗斯宇航员训练中心负责人日前表示，俄方已就此问题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提出交涉。